跳出来啊！彰化5杠赞！好看前面哦，笑容不间断哦，镁光灯都是锁定你的脸哦，因为你就是最闪亮的一颗星哦！彰化Number One， 把1比出来。从11月22号。首先介绍彰化县副县长洪荣章副县长，欢迎彰化县政府教育处陈义林处长，欢迎彰化县语文研习承办学校，也就是彰师国中的大家长吴立业校长，欢迎某年某天某期间，概念股就是听说都在是都干面对概念呀，黑木玫瑰色，你干黑波呀的大有呀，这样的这样的大有吗？就是还呀这样的呀，妈妈我的姑姑很大有的，大家爸爸妈妈啥的这样的大有的呀，因为是呀。刚刚看到我们这个竞赛员的这个朗读啊，真的台风稳健啊，声音又有磁性啊，我们今年的成绩应该会很好，我的第六感一向很准首先代表王惠美县长，恭喜各位竞赛员在全国各项的这个语文竞赛，全县各项的语文竞赛脱颖而出即将代表彰化县参加全国语文竞赛那能够代表彰化县参加全国语文竞赛，就是一种荣誉那我也希望大家以平常心我们这个全力以赴来争取佳绩台最强大的师资，每一次都带来精彩的课程，在每一个周末，竞赛选手努力的学习吸收之下，大家的功力都大为进步。真的很谢谢教职员们这么辛苦的帮